今日係六四事件23週年，本澳同香港都有悼念活動，其中本澳嘅晚會有超過600人出席。民主發展聯委會繼續喺玫瑰堂前地舉辦燭光晚會，參與活動嘅人點起燭光，默哀悼念事件嘅死難者。我哋作為一個有言論自由嘅地方嘅話呢，我哋係有義務去將呢個真相、歷史嘅真相去繼承落地咯。有內地市民同埋學生認為喺內地談及六四仍然係禁忌。其實心裡都很明白，我們那一夜都沒睡覺，大家都哭得不行，可是誰都不敢說。我的有一些同學就覺得，回到那裡之後，就對政治這種話題是很敏感的，他們避而不談。活動嘅主辦單位話，今年有超過600人參加同埋圍觀，係近幾年最多，而年輕參加者亦都多咗。我哋嘅期望當然係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咁呢個期望20幾年，我覺得冇乜必要改變。咁將來依然係有希望。佢認為本澳對六四事件嘅教育仍然不足，佢又相信參與活動嘅年輕人都係主動嚴肅咁樣從互聯網揾到相關嘅資訊。澳門電視台記者申蘭希報導。